香港人對自己做任何嘢都好冇信心，全球嘅排名之中甚至包尾啊！咁未包尾嘅，通常都有日本包底。不過跟住就真係我哋香港人同台灣人啦。我哋今日更加準確嘅係講緊自我效能感。咁 self-efficacy 低對一個人拍拖戀愛會有咩影響呢？自我效能感簡單講就係你覺唔覺得自己有能力完成一樣事情，而自我效能感低會令我哋喺愛情中嘅行為同觀念有唔同，例如會成日覺得自己唔識拍拖，又會覺得同另一半要溝通係好難嘅一件事，覺得自己都係做唔到噶啦，亦都冇自信，唔夠膽去表達自己真實嘅感受，一有摩擦就更快放棄一段關係，有一種退縮嘅傾向。而自我效能感低嘅個體，可能喺建立親密關係方面都會遇到不少嘅困難。呢個研究就俾咗兩個發現我哋。第一 ，self-efficacy 直接影響戀愛嘅滿意度。當你覺得自己係一個好男朋友、好妻子，會有更正面嘅自我價值感、更高嘅安全感，能夠積極解讀同另一半日常相處中嘅不同處境。例如對方唔聽你電話，突然失蹤，你個腦海唔會有太多嘅劇場。另外一個發現就係自我效能感會透過間接效應影響親密關係嘅質素。我哋可以想象戀愛係一粒果實，大家關係係好定係壞呢？就睇下有冇人會去淋水施肥。而自我效能感就係你相唔相信你有能力照顧好呢一棵植物。去返愛情中啦，如果你相信有能力去經營好一段感情，就會更願意主動去溝通、表達承諾、分擔責任，關係一般就會更穩定啦。個邏輯順序就好似圖中咁樣，擁有自我效能感就會做出維繫嘅行為，關係滿意度最後就會提升。去返我日常嘅工作啦，有啲客戶希望復合挽回一段感情，我哋有時都會運用間接效應呢個 approach。打機都話俾你聽，有啲情況做完 side quest 先去返主線會容易啲，而且當你未 ready 未有信心，語氣態度就會唔堅定，其實另一半都會感受到你嗰一份嘅猶豫，最後都會決定你哋喺呢段關係中愛得開唔開心。